各位电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！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起來咧，我係綜藝圈阿權妹。我相信好食的料理，大家都識懂到。有啲人啊，就想要食材，有啲人食飯。唔過講到呀食材啊，可能有啲人會知道講，食材可能就會有懂到嘅調味料啊、加工嘅東西啊。唔過其實今日節目當中，我同大家來紹介一本書。一本書底度啊，同大家來分享懂到健康嘅方式來料理啊，材嘅食材哦，細細嘅來分享。今日節目底度有請到嘅來賓來分享，芭樂媽分享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好，客家電視台嘅朋友們，大家好，我係芭樂媽，我係陸豐客，我爸係馬來西亞人，我媽係台灣人。我有一隻奶10歲，一隻妹6歲。哇！大家好，大家應該有聽到吼，家下人聽到嘅一段口音，同台灣一下聽到嘅也四海太平安一腔調完全冇共用，不一樣的腔調，因為係馬來西亞來嘅朋友頭擺哦，唔過對陸豐客嘛，對不對？唔過其實講係。啲馬來西亞泰，唔過其實同台灣嘅淵源也是蠻深的，對不對？對。人家嘅媽媽咪係台灣人，嫁過去馬來西亞。對。古時候我爸來台灣念書。哇。然後就娶了媽媽。對。所以爸爸媽媽從他到馬來西亞，然後你就đi馬來西亞泰。我在那裡出生，對。在那裡出生長大。那怎麼又來到台灣來呢？因為我又來到台灣念大學，然後在台灣又認識了台灣人，所以就又嫁來台灣。好酷！對，欠了一個過去，一個過來。對，媽媽從台灣去馬來西亞，然後芭樂媽從馬來西亞又來台灣，又都哈就一直都在這裡生活。我大概來台灣，2006年來到台灣念大一。哇，然後就一直待到現在。畢業之後就結婚，就到現在，大概就16年了。那小時候在馬來西亞的時候，爸爸有同你講客家，對不對？有嗎？有，可是我沒有認真學。所以剛剛那一段很長一串自我介紹是惡補來的。對，跟爸爸趕快視訊問一下，然後學來的，然後就是感覺書到用時方恨少。來不及學，但是沒關係，書到用時方恨少。我們今天就同大家來分享一本書是芭樂媽出的書，但是能夠出料理書，這是我夢寐以求的事情，我也很想出料理書。身為一個小廚娘，所以我就想要問一下芭樂媽，你是懂不會做菜，很會做料理，還是說就是怎麼會被出版社發現，然後可以邀請你來寫書啊？我以前是不愛做菜的，就是因為結婚之後，小朋友開始要學做副食品的時候，才開始進廚房做副食品給他們吃。哇！那做着，那時候素食副食品的書感覺很少，然後就憑自己的感覺去把一些原型食材變成他們可以吃到的副食品，然後慢慢就他們也漸漸長大了，變成就可以吃大人的食物了。我不可能每天做那個副食品給他們吃，所以就變成了我做一些比較他們喜歡的家常菜。然後慢慢就是為了孩子而進入廚房。那進入廚房怎麼又還有機緣出書這麼厲害？然後就慢慢到最近就2019年，我平時就有把我分享的菜放在部落格，然後有時候我會把它做成影片放在 YouTube 頻道。那漸漸在 YouTube 頻道也有慢慢發展出自己喜歡素食的觀眾，然後就是出版社就看到這個頻道，然後就找我來出素食的書。而且其實我有看底度嘅料理呀，它裡面的料理全部的配色都很漂亮。我喜歡用各種顏色做出一個素食的菜，因為我覺得這樣可以讓小朋友有食慾啊，色香味俱全。對，看起來好食，吃起來就會好食，對不對？而且它的我覺得這個很像是一個工具書。為什麼我這樣講？你看我現在翻到這一個，它寫日式壽司便當哦。它除了這一頁是教壽司之外，它的旁邊還有一個副菜。
就是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可乐饼，然后这个可乐饼旁边这个副菜还特别写说它在 Tiki 豆鸭，它有另外的教学说明。所以你不用都损烘这个旁边的不是摆盘而已，哎，它其实也是另外一道料理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就是可以激发更多的人，把那个便当菜变成餐桌上的每一道菜，好可爱，不只是一个便当，好可爱哦，而且大篇全部都按内哦，它是每一篇都是这样写的哦，不是只有说哦1-2篇配菜才有说明。是每一个食谱都是有主菜跟配菜的教学，呀，其实有对唔会煮菜给你有非常大的帮助，因为好不容易弄出一个主菜，你知道要做配菜有多头痛吗？配菜就在后面可以看这样。对，所以它后面就是还有这个配菜的教学，是，所以这个是因为你自己也有这样子的需求，才想到这样子的做法嘛？对，因为我觉得小朋友他们就是很喜欢多样化的那个食物。所以不可能只有单一个主菜让他们吃，所以我就会配一些青菜啊，或者其他的，让他们可以营养均衡这样。韩公敢吃到没做的吃油大批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把第一个食谱的配菜换到第2个食谱去。对，自由搭配。对，就变成这一本书，就是你想不到煮什么时候，就是打开看。对，那我想要问有生人呢，跟你生人呢，青涛生最喜欢吃的料理是哪一个？小朋友最喜欢就是吃那个沙茶素面肠，沙茶素排也可以，因为它就是用面肠去做成的，然后看起来很像一个大排骨这样。哦，真的有这个，可以完全不会觉得它是素食哎，好像排骨，就很像排骨，然后吃起来又好吃，面肠又 QQ 的，小朋友应该都很喜欢。然后它有腌过，又咸香香。所以古时候其实按用嘅料理连生人呢都懂好吃，即使它是素的，但是只要它是健康的、好的调味做出来，好的烹调方式做出来，其实小朋友也是可以很喜欢。对，然后我还有看到很厉害，因为黑哈嘎尼嘛，就是会有客家特色的料理。这个客家特色的料理叫做梅干素控肉便当。对，这我小时候妈妈也常煮给我吃，因为在马来西亚他们喜欢梅干菜配饭，或者是煮控肉。哦，就是芋头。马来西亚没有梅干菜，你们叫咸菜馆吗？我们好像叫梅干菜。梅干菜哦，然后你们说你们也是像一样这样子煮控肉。对，就是一片芋头一片杏鲍菇，一片芋头一片杏鲍菇这样。芋头，你们会把芋头跟梅干菜一起煮？对。哦，呀，以前台湾它是用你按用煮哦，所以马来西亚很多是把梅干菜跟芋头一起煮的。然后你把这个做成素的。对，因为不然中间会是夹3层肉。然后你把它换成杏鲍菇，对，那这样子就是一道很下饭的素菜。对，就是它可以当成一个主菜了。而且其实像按用给调味，像梅干菜这样子的调味，它算是很天然的东西。对，但是它又有很丰富的味道。对，它因为又加了一些糖去给它中和掉它咸味。是。那还有一个也是很有客家特色，但是没台湾给客家特色咯，是马来西亚的客家特色，它叫做酿豆腐。我们示范一下马来西亚讲酿豆腐怎么讲，好不好？是不是叫什么用豆腐？可是因为好像是广东话，因为我们在那里的语言都混在一起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也是很有马来西亚特色的一道菜对。那你们小时候吃到的酿豆腐是怎么做啊？酿豆腐就是会用一些杏鲍菇碎啊，或者是豆腐鸡肝水分啊，或者香菇啊，就给它弄成一个像肉碎的东西，然后把它酿在那个豆腐里面，塞进去，塞进去，然后煎一煎这样，然后再另外煮一个豆酱汁，给它勾芡淋上去。但是有些是包肉进去，对不对？对。以前可能是吃包肉，但是因为要做素食的料理，就把它包刚刚说包杏鲍菇，杏鲍菇、豆腐泥啊，或是鹰嘴豆泥都可以。鹰嘴豆泥。
鹰嘴豆这食材对于素食者来说，蛋白质算高，所以可以常常吃。鹰嘴豆，好，所以呢，同大家来分享看哦，有也按到看起来按后这个东西全部就会在嘅哦。故说亚本书其实爱吃到有东东人都做得看，除了我刚刚讲的，可能不太会做料理的料理新手可以看。那巴拉妈还有推荐哪些对象可以看这本书呢？或者是你想学吃素，不知道怎么煮啊，或者是你家有小孩的，可以颜色搭配丰富一点的，都可以。对，没错。而且其实我觉得这本书的主打写得很清楚，原型素食日常。这个其实我头摆要动接去不同地度，我食到同道在嘅东西。然后也会去就是食材嘅传统食饭，不过大半夜去食嘅时间，就是会吃到很多加工的食品，就是很多加工的素肉，它不止形状看起来很加工，其实吃起来也没感觉到味道也很像，很加工，然后甚至是你看过去那个外面吃素的那一些餐厅的菜，全部都是油，就是都很油。对，那其实这是懂得色彩给你会有点疑虑，就是因为它是素的食物，所以我们必须要用很重的调味啊，或者是很重的烹调法去让它变得好吃。但是其实这本书就会同大家的分享，用最原型的方式，而且这是什么低调味、少加工、天然美味，对不对？就是用最田野跟丰盛不一样的色彩后色。古手啊，其实还有很多内容，我同大家的分享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个转来。大家又轉到復起來咧，我係總一群阿群妹，今日節目當中要同大家來分享這個巴勒媽嘅書。那其實這本啊，你講起係食譜書，我覺得它是一個很實用的工具書，因為佢唔單像教你用板來煮菜，還教你用板來批菜，還講有當到料理嘅底色到內底度，我同大家來分享。故此我接下來就要繼續來這個問一下巴勒媽了。其實我們剛剛有講到這本書其實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要告訴大家原型的素食，以及它是低調味少加工的方法。那按用田野跟豐盛來做料理，大家就知道啦，調味是很重要的。我們要怎麼樣用天然的方式來調味，然後又是很好取得的這些素材，所以我就想要來問一下巴勒媽，在你的冰箱裡面，或是你家的櫃子裡面，有哪一些必備的調味料是你覺得非常好用的？調味料如果基本新手要煮的話，可以先準備鹽、糖、醬油、素蠔油、這些是比較基本的調味料。那如果你要風味更層次多一點的話，就是可能意式香料、咖喱粉這些比較可以延伸的，就是八角啊、桂皮啊，比較味道比較特別的。對。那最基本就是有胡椒粉啊，我覺得就可以增香了。因為像拍胡椒粉、白胡椒粉，然後在台灣有一個東西叫胡椒鹽，這應該是嘎嘎不都會有一樣的東西，尤其是台灣的客家人，像我苗栗客家人，很多東西全部都要加白胡椒鹽。胡椒鹽。對，那馬來西亞有類似像這樣子家常必備的調味料嗎？一般就是白胡椒粉，因為我們東馬那邊就是沙勞越那邊會出產那個白胡椒粒，然後就特別的香，還有辣味，我們就會白胡椒粉都會想要去買東馬的，因為我是住在西馬的馬六甲。但是在馬來西亞不會用白胡椒鹽，對，胡椒鹽就沒有。我是來到台灣才發現，那種鹽酥雞攤啊，才會有放胡椒鹽，我就覺得哇，這調味料吃一下，又有鹹鹹，然後又有胡椒味道，就在台灣在馬來西亞沒有吃過這個味道。喜歡嗎？蠻喜歡的。我只要有炸一些東西啊，撒一點點，小朋友就很喜歡了。
而且像现在台湾的胡椒盐有各种口味的，哎呦，还有柠檬口味的，哎，对对对对，就是很多变化，什么蒜味，很多变化，对，所以其实这些调味料都是天然又好用的东西。那其实我知道在马来西亚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调味料。虽然有酱油2个字，但是我们听起来却非常陌生，因为它叫做黑酱油。对，黑酱油就是我最喜欢拿来炒福建面啊、炒粿条啊，或是焖马铃薯啊。对，它会让它的那个家常菜那一道菜变得颜色更丰富一点。因为它看起来个色黑黑的，豆腐就是感觉就是加了很多酱油，就是你端来那碗面看起来会觉得黑黑的，有没有感觉好像有点煮太咸，感觉酱油加太多。对，可是没有哦，因为那黑酱油它是增加颜色，它味道就像焦糖焦的味道，可是它不会咸。它没有咸味的，但是它有一点苦苦的香味啊，对，苦香味。主持人好厉害哦，对，我有听说，就是糖贡马来西亚你不卡你多油压的东西，所以这也是你料理的好帮手喽。我以前10几年前来到台湾嘛，然后就没有黑酱油。然后就是每次都要叫妈妈从马来西亚带黑酱油来给我。现在应该比较好买了。对，现在好像疫情的关系，然后大家会比较有进马来西亚的东西到台湾来。你也不能回家。对啊，然后就可能在虾皮买一下。就买得到，所以这些都是料理的好帮手。其实讲个熟地度没有同台搞了分用，像有什么酱油啊、素沙茶、橄榄粉，橄榄粉也是我比较少用到的一个调味料。橄榄粉，对我也是到台湾才接触到这个调味料，它很特别，就是像煮浓汤的时候、意大利面的时候可以加一点点。它也是有一点咸味，有一点意式的香味。而且它是用橄榄叶打成的粉，然后来当成调味料。所以你看，跟大家介绍非常非常多东西。然后我们刚刚讲的，其实素食有很多，大家吃到懂得加工的东西。不过也有加工的东西，其实可以自己做，比如说素肉。外面的素肉就是吃起来味道又太咸，又太油，然后又全部就会感够就是混合的东西，你又唔自己生了肉的嘛该东西，吃起来其实有点不安心。是，但是在这本书里面，巴勒玛有教大家怎么做，对不对？我有教素排，还有素明虾。素明虾用怎么做？素明虾我用那个红萝卜丝，还有那个马铃薯丝，然后用千张或是腐皮卷起来。千张腐皮。对。那是有素鱼，对不对？也有素鱼、素鳕鱼、素鳗鱼，就是因为素鱼类，我就会用海苔，让它有一种海的味道。海味。对，还有鱼皮的，也很像鱼皮呀，对呀，很像。然后里面也是包类似像豆皮之类的豆类。里面的话就是用豆腐挤干水分啊，或者是马铃薯啊压成泥，或者是芋头压成泥。再搭配一些菇类调味料，这样一点点这样。其实我觉得真的有差，有时候好吃的素肉跟不好吃的素肉，我觉得巴勒玛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你自己吃到自己做的跟加工比较多的感觉是什么？有什么不一样？我平常做的素肉呢，口感就是比较没那么死咸啦。就是调味可以自己斟酌，喜欢咸的就放咸点。大部分我都是不想让孩子吃得太咸，就是放一点点盐跟胡椒粉调味。那酱汁的话，可以淋一些番茄煮那个糖醋啊，番茄酱淋上去这样子。这样就很好吃了，对不对？而且像里面还有跟大家分享你的冰箱常备料理，因为色仔给你呢，其实我觉得要有更多的变化，因为你能用的食材不多，所以你要善用你的脑袋去领考给编发，而更创生的应用版来编，像是杏鲍菇就是很好变身的一个食材，对，杏鲍菇或者是马铃薯，我都觉得是冰箱里面常常会有备着的。杏鲍菇、马铃薯，因为杏鲍菇的口感很像肉的纤维，有一点然后你如果撕成细细的，一丝一丝就很像鸡丝那如果撕成粗条状，就是书本里面有那个黑胡椒鸡柳是粗条状的。
那如果你切成一片片圆圆，然后再画上那个十字刀，它就很像干贝，真的。而且这还真的有那种鲜味的感觉，因为菇类它本身的多糖体经过煮过。尤其是煎过之后，哦，整个好香，很香，对，很好吃，然后还会很 juicy， 就是对，很 juicy， 很多水给感觉，就是一吃就哇爆浆的感觉，然后流出来的汤汁又是有高汤的感觉，有。但是像这样子的杏鲍菇啊，董家买一转希布卡就是一大包，然后我就不会处理，因为我就想说怎么办，我吃不完，这上面连保存方法都写好了耶。你就用那个保鲜袋，市面上都有很多在卖，然后就夹链袋夹起来，大概4根这样夹起来，就是一餐的量。或者是现在有那种真空的，也可以把它真空起来。真空机，对不对？所以素食会常用的东西是杏鲍菇、红萝卜、番茄。这里有一个叫豆包浆，豆包浆我没有很认识这个食材。豆包浆在素食材料行就可以买得到，它也是豆制品这样子的。对，也是豆类制品，然后它看起来有一点像碎掉的豆包。对。我有时候没买豆包浆，我就因为我的冰箱都会备很多的豆包冷冻里面，然后我就拿那个豆包出来打碎，就变成豆包浆，再加一点面粉、面水啊、面糊这样。所以啊，你看呐，根本一整件有抢到专家来都现宠哎。那三号来听说一同太来厚来示范米哈啦，要跟大家来示范的是这个马来西亚的一个点心，对不对？它叫做椰丝糯米球。好，我们来示范一下怎么来制作，好不好？好的。现在这个算是那个马来西亚的娘惹的这个种族会吃到。娘惹就是马来西亚的马来人和华人通婚之后的后裔，就是娘惹。他们的传统糕点。好，像这就是糯米粉。糯米粉是75克。75克。再来这个是地瓜粉所以糯米粉加地瓜粉，一个黏的跟一个比较稍微没有那么黏的混在一起，就会比较 Q 一点，口感不一样。然后是13克，再来这个白糖是半汤匙 ，OK。这个绿色的啊，就是用这个斑斓叶打成的汁，我用了大概10几条的斑斓叶，剪得碎碎的。剪碎碎之后，就放在果汁机里面，然后加水去把它打成汁，然后过滤出来就有绿色的斑斓汁。这个斑斓叶现在在台湾好买吗？花市的话就是叫七星兰。七星兰原来它叫七星兰，不一样的说法。OK， 然后一边搅拌，一边把这个斑斓叶的汁液倒落去，混合均匀。其实这个成分东西很简单哎，你只加了地瓜粉，对，很简单，糯米粉、砂糖跟斑斓叶的汁液，对，然后就按用搅啊。现在戴手套是我们要经过揉捏，我们要来揉了，差不多搅拌到它搅不动的时候就可以揉了。搅不动的时候就可以揉，大概要揉到什么样的状态？就是不粘手，揉到不粘手就可以了。好，因为这个粉它每个吸水性不同，所以 OK， 每个牌子的糯米粉吸水性不一样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来揉。那这个搓揉大概会要揉多久的时间？就揉到它变成团这样子。是，好像会要一点点时间，对不对？如果看起来这个还有很多干粉，可以再加一些斑斓汁进来。所以这个其实已经就是不用加水了，我们加了斑斓汁就不需要加水。对，斑斓汁就取代那个水。取代这个水，然后把它继续的揉成团。那但像按钮起身后，等它低度还会包东西，对不对？对，还要包这个马来西亚特有的黑糖，这是我妈妈从马来西亚带过来的。那个不是黑糖，对不对？那不太一样。对，椰子糖。马六甲的特色。所以这个整个的制作过程就是揉完，包呀，椰子糖包到低度，然后拿去煮后过后再过拿去了，
焖这个椰丝就完成了。椰丝啊，马来西亚就会用新鲜的椰丝。那我们现在就是用干的椰丝。对，干的椰丝我在烘焙材料行买。哦，好，故事很快哦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他转来，大家就做得来食到好吃，韩国又甜滋滋的这个马来西亚的点心，all day all day哦，先休息一下。大家又真到福起来咧，我係做一群阿群妹，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巴勒馬嘅新書。唔過上一團巴勒馬有現場來示範麼？來做一隻好食咧，很多歐爹歐爹，很可愛的名字。對，歐爹歐爹。對，那這是一個糯米粉，剛講了糯米粉跟地瓜粉，地瓜粉，糯米粉、地瓜粉，然後還有糖、斑蘭汁，然後。攪 Q 哈，攪啊，韓國低度來包這個，對，把那個馬六甲椰糖包在裡面，像包湯圓一樣。啊，滾一滾，再給我拿去煮，對不對？煮熟以後，浮起來，就可以撈出來了。撈出來，在外面再沾這個椰絲，就變成一種當紅，哇，看起來真的很好吃，而且我有糯米球，對我有聞到那個椰絲的香氣，哦，所以這其實就是馬來西亞很常會吃得到的這個小點心，對不對？對，就是娘惹糕點。我剛剛聞到，我就覺得好像家的味道。哦，想家了。那像這樣子，巴勒馬想家的人也可以看這本書，因為它後面還有特別收錄道地馬來西亞素食料理，對不對？收錄幾道經典的。對，那如果像我這種就是很愛吃馬來西亞料理的人，也可以讀這本書。每週得看一本書，因為底度有很多的食譜，比如說這個經典的椰漿飯吶，nasi lemak，對，椰漿飯。對，我們剛剛講的椰絲球也在裡面，肉骨茶，還有雞飯粒。對，這些其實大家都很喜歡。鼓手分享泰嘎倫瑪雅本書，來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如果要買書的話，可以在哪裡買到呢？在誠品、金石堂，就是台灣的各大書局都可以買得到。那很多馬來西亞、新加坡，就國外朋友問我怎麼買，其實，在馬來西亞、新加坡，在那個大眾書局 Popular 就可以買到了。哇！或者是線上。對，鼓手同大家來分享哦，希望大家多多去支持一本書。謝謝。啊，唔過吼，今日嘅節目當中邀請到專家來，當然可以同大家來分享嘅呢福氣一米羅。今日嘅福氣一米羅，我做當神奇哦，有很多麵腸、麵輪、烤麩都是麵筋變成的，他們是同一家人哦。他們是同一家人，都是從水和麵粉變出來的，都是麵粉做的。雖然你知道麵筋全部都有一個麵字，啊，不過肉緊低度好像不會把這些東西跟麵粉結合在一起，感覺它不是麵粉做的。它是從水和麵粉揉一揉變麵團，那他們就會再加水，用手去搓洗很多次之後呢，就會變成生麵筋。那生麵筋呢，它就拿去水煮，就會變成麵腸，就變成做當烘給變麵腸。對，但是我小朋友最愛吃的，拿去炸，就是剛剛講的那個炸沙茶素排，就是麵腸做的。那麵腸切成圓片呢，拿去油炸就變麵輪。這個麵輪不就是很常出現在紅燒牛肉，對不對？白蘿蔔去燉煮這樣，燉煮在裡面，就是它會吸飽那個薄嘅糖啊，按用全部米稀全部就都滴，就按了一熬，那個水全部就會流出來，很好吃。對，麵輪炸完變麵輪。對，然後如果生麵筋拿去蒸煮，就會變烤麩。烤麩就是它的孔洞比較粗大，然後很像豆腐這樣的。啊，不過吃起來它軟，比較軟嫩一點點，比較就是有口感這樣。哦，有口感 ，Q 的。對，也是拿來紅燒。哦，紅燒也很好吃。然後如果生麵筋拿去油炸，就會變成麵筋球。麵筋球，那個麵筋球，那個土豆麵筋是麵筋球做的，對不對？對，就是麵筋做成的，拿去炸。哦，所以呢，
面轮、面筋、面肠、烤麸，所有的东西全部就黑面粉做嘅。是，可是它经过那个水洗变生面筋之后，它就比较没有淀粉了，剩下是蛋白质。就剩下蛋白质而已了，眼了黑暗呢。但现在其实已经很少看到人家就是做这个面筋了，对不对？已经因为这是一个复杂的手工，可能就用机器来代替了。对，用机器来代替。不过他们全部都是面粉做的哦。好，我们谢谢那个芭乐妈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大家都不知道的冷知识哦。对，但其实素食方面的一些知识啊。对，那除了你在书里面跟大家分享之外，其实一开始没有讲到呀，芭乐妈有拍样片，有拍影片。是。那一开始 YouTube 上面分享一些素食料理家常菜的影片。而且听说拍了很久，大概拍多久了？大概拍有5、6年了。5、6年。那一开始就是先生自己拍，他用俯视的角度拍，就是很简单的画面，很快的呈现出一道菜。那时候就是还在摸索中，灯光什么都很暗这样。那接着慢慢就到我跟小孩一起拍。那小孩也不是说每一次都要入镜跟小孩一起做的，一起做料理。那就是之后呢，想说小孩也不是常常要一起跟我拍，那就变成我自己一个人拍，就是2、3年前的事情了。那就是有一部就是素食油葱酥那一部，被很多人看到，大概就是2、3年前的事情啊，就那一部慢慢的让我们就更有信心的往这条路继续下去，一直到现在。所以就是感受到有粉丝而支持你给感觉，有被支持鼓励的感觉。对，大家就会想到，我有看到人家那个素食油葱酥，就开始慢慢那一步开始发迹吧。然后后续又出版社邀请你出书，对不对？那其实像这样子经营一个 YouTube 的频道也不是很容易。对，就是前面其实也累积了很多年，其实真的成长也是这3年的事情。然后前面就算是我们的累积啦。对，有没有感受过，比如说粉丝的回馈让你很感动的？有啊，他们就是会说谢谢你那个让我餐桌上有一些灵感。我有时候会说，我餐桌上其实那天是你的菜。然后会拍给我看那天他煮的菜。我就觉得大家都有去学煮学做。感觉就很有成就感。对。所以你大概从来忙着上够有意义，从这个完全跟料理没有关系的人，对，然后变成一个料理的 YouTuber，韩国又出了一本料理书。对，而且接下来听说还有这个料理的线上课程。对，今年就是会计划之后会开线上课程，叫做用彩色蔬果装点你家餐桌。因为我们人有5脏嘛，然后那个也有5行，然后所以用5种颜色，黑、青、红、白、黄。黑、青、红、白、黄。对，这5种颜色5行5脏这样子去对应，煮出一桌的彩色的家常菜。这样子的线上课程，对，会在哪？预计会在就大概就今年可能会开始，对。OK， 那如果乡亲朋友，天时地利前的乡亲朋友想要了解的资讯给发，做得去那一片情可以去哪里找资讯？可以到我的粉丝页，或是 IG 或是 YouTube 频道，都可以看到我线上课程的资讯。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芭乐妈，找芭乐妈就找得到了嘛。对，就是设类班类给那个班类啦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找芭乐妈就可以找到你的资讯了。那最后，因为其实都无简单，来到现场来同大家来分享一本书，里面你自己最推的料理，要不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？我最喜欢就是那个寿司，用蝶豆花做成的寿司。因为一般人做寿司不会特别给它颜色，对不对？你说的是这个。运用了台湾，那时候台湾好像还没有蝶豆花，然后我就是用马来西亚带来的，我妈妈有种很多蝶豆花，她都采下来晒干，晒干了之后呢，就是它就是会用那个蝶豆花的颜色，放在这个饭里面。对，
所以这个饭里面就有蓝蓝的，是对。蓝色的苏西饭。那时候我在 YouTube 有分享这一部，那时候的契机是因为我们家刚好那天吃蓝色的饭，然后我就想说，不然就用它来做成一个寿司。对，就这样回响很大，就是他们觉得很特别，就是无中插柳成荫这样子。真的是，我觉得，因为可能一开始是因为爱对小孩子的爱。然后开启了你对料理的这个兴趣，对，不然以前煮饭都是妈妈的事情。然后慢慢的又起搞了开饭，但当然再加上天分很好，美学也很好啦，你那拍出来的东西都那么漂亮。故说地度有非常多空间，还有有迄实在的料理同大家来分享哦。真的真心推荐这本料理工具书，我真的可以这样子定义它。没懂什么？今日我们这个马来西亚来嘅行业，巴勒马来到节目同大家分享，安子生，谢谢。没什么电视机条件观众朋友嘅收看，休息一下来做运动了。福起來嘅朋友，記得去人哋面書網站，韓國聽嘅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，記得攞樣片分享出去哦。